交俾吳文遠。大家好，今日就係最尾一場嘅電視論壇，我都希望各位能夠理解我嘅能力同埋政綱。有好多人，包括長毛都提過，其實長毛可以排喺我個名單後面，保送我入立法會，但我選擇自己企出嚟，因為我相信你哋嗰一票係對我嘅政綱、能力同埋理念嘅信任。我冇有錢佬支持周街賣廣告，我有嘅就係一班尋求公義嘅年青人同弱勢嘅支持。我哋追求嘅就係一個平等、公義、自由嘅社會。今次選舉，我唔需要8萬票，社民連我哋要3萬票就可以有一個非常硬淨嘅民主派議員喺議會入邊幫你對抗暴政，捍衛自己嘅尊嚴。希望你哋忠於自己，堅持你嘅第一選擇，撐社民連，撐長毛，撐我14號社民連副主席吳文遠。多謝。好，時間夠啦。